再去看世界，来看美国的电商业者Amazon最近是开美金10亿去买007系列的创作主导权。不过，这一项消息是互亚媒较烦恼，因是烦恼这个系列的电影会变款。英国演员丹尼尔·克雷格演选007生死交战了，正式退下詹姆斯·庞德这个角色。这部2021年半的电影，全世界票房要甲8亿美金，换算大票223亿。丹尼尔·克雷格演过詹姆斯·庞德5遍。Would it be possible to say I'm Bond James Bond to the camera? No, not in a million years. 007系列电影自1960年开始制作，到达总共25部作品。上近时阵是1年出一部，上长的时阵是让4年才出。伊制作方向拢由布洛克利家族1961年伫英国伦敦设立的，伊按制作公司主导，版权也是布洛克利家族所设立的，但那是控股公司所有。因为丹尼尔·克雷格讲，007生死交战是演庞德个别作品，所以布洛克利家族讲，2002年才开始找后一任新的庞德。We've got to, reinvent it for the future, and so that's going to take some time, and we won't start casting until we kind of have a sense of what we're planning to do. 伫影迷期待后一任庞德是啥人时阵，美国电商亚马逊开10亿美金，差不多大票328亿。甲007系列的创作主导权买来，并且由旗下亚马逊米高梅工作室接管创意控制权。布洛克利家族退股到第2线，甲亚马逊米高梅工作室共同拥有007的版权。这个宣布让粉丝真担心，亚马逊会改变经典的风格，自英国间谍风格变做商业的美国风格，甲007系列的所有商业价值拢即刻打。公司新闻深入配编写。